天價西書當秘笈，1500美元買張影印本。港漫圈15少賣假原稿風波。大家好，歡迎收睇今集報道。買心頭好，最怕就係遇到貨不對辦，仲要俾人當係水魚咁。最近喺香港漫畫人嘅圈子入面，就爆出一單極具爭議性嘅假原稿風波，真係聽到人都火滾嘅。話說有一位活躍喺漫畫圈，人稱15少嘅創作者，早前推出咗一本被網民戲稱為天價西書嘅刊物《轟龍虎》。本身本書嘅質素同定價已經備受爭議，點知好戲在後頭，有粉絲因為支持本地創作，竟然攞出高達1500美元港紙買佢一張所謂嘅手繪原稿，1500蚊，對好多讀者嚟講絕對唔係小數目。點知買家滿心歡喜攞到手之後一睇，哇！真係差啲暈低。原來呢張所謂嘅原稿被踢爆，根本就唔係一筆一畫由零開始畫出嚟嘅心血結晶，而係懷疑用電腦畫完 print 出嚟之後，再喺上面草草加幾筆加工嘅數碼列印件。大家要知道，原稿最值錢嘅地方就係嗰種唯一性，有鉛筆壓痕，有擦膠擦過嘅痕跡，有塗白液嘅厚度。依家你攞張 printer 印出嚟嘅紙喺上面畫多2筆，就當係純手繪原稿賣成1500蚊。呢啲喺業界唔係叫原稿，呢啲直情係笨啊！節目組強烈譴責。針對呢次事件，我哋必須要作出強烈嘅譴責。第一，嚴重罔顧誠信，欺騙消費者，利用粉絲對你嘅支持同信任，刻意隱瞞畫稿嘅真實製作過程，將加工列印稿包裝成純手繪原稿出售。呢種魚目混珠嘅做法已經唔係創作手法嘅問題，而係涉嫌欺騙。第二，破壞業界風氣，打擊本地創作、獨立出版同漫畫圈。最講求就係創作者同讀者之間嘅熱情與互信。你為咗一時嘅暴利，當支持你嘅讀者係提款機，搞壞個規矩，以後仲有邊個敢真金白銀去支持本地漫畫家？一粒老鼠屎隨時搞壞一鍋粥。做創作最緊要係對得住自己，對得住支持你嘅觀眾。將列印稿賣天價，真係當廣大讀者盲打咩？我哋喺度強烈呼籲涉事嘅15少盡快出嚟交代清楚，正視買家嘅訴求，該退錢就退錢，該道歉就道歉，唔好令到香港漫畫圈嘅名聲蒙上污點。以上就係今集嘅報道。對於呢啲不良嘅買賣手法，大家買嘢嘅時候真係要擘大對眼，認清認楚呀！